號稱係國際金融中心嘅香港，代表金融界嘅立法會議員選舉方法其實好唔民主。立法會有2個議席，分別係代表銀行嘅金融界，同代表證券行同金銀業貿易場會員嘅金融服務界。2個界別總共有700幾張公司票。2012年立法會選舉呢2個界別就出咗呢個同呢個人。張華峰議員當年攞咗208張公司票當選，而吳亮星議員就攞咗0張。雖然好多人都覺得佢哋2個唔掂，但司研財進覺得制度先係問題嘅核心。全港23萬金融從業員竟然由700幾張公司票代表，有冇搞錯？司研財進嘅改革方案好簡單，就係將金融界嘅選民擴展到金管局認可機構證券業務員工記錄冊裏面嘅合資格選民。而金融服務界就擴大到證監會持牌人及註冊機構的記錄冊裏面嘅合資格選民。簡單嚟講，就係俾大約5萬個有牌照嘅金融從業員每人有1票，而從業員只需要100個相關界別嘅選民提名就可以成為候選人。呢個建議只需要本地立法，如果政府願意，從業員喺今年9月嘅立法會選舉就可以有1票啦。呢個只係開始，司研財進認為最終都要廢除功能組別。而我哋而家進行緊網上簽名行動，喺收集完簽名之後，我哋會約見相關人士，請大家多多支持。司研財進需要每個金融界同非金融界嘅朋友加入我哋，詳情請同我哋聯絡。多謝你。